就是问题呢，想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这边有问到说，就是提到说通达频之分别与是通达频之分别，但是不是直频之分别的，例如比度。那这边提出的疑惑呢，是说比度虽然可通达一切法，但此处所说的是要通达频之分别的事例，如果事例是比度，是否有不周延之处？那是否可以安立为像是通达非非频之分别，或直非非频的比度，或通达非非频的比度？那我们这就先回答后半部，就是说像通达非非频的比度，或者说直非非频的比度，或通达非非频的分别，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这些呢，就是说它是通达频之分别，但为什么不是直频之分别呢？因为直频之分别呢，它是要是成立分别，但是呢，直非非频、通达非非频之分别或通达非非频的比度呢，它就成了遮潜分别。所以只要是遮潜分别的时候，它就一定不会是成立分别。所以由此来成立呢，它不是直频的分别呢，这样子呢也是可以。不过呢，如果说对于第一个呢，就是比度呢虽可通达一切法，但是如果说是通达如果说在此提出是通达频之分别的事例的话，是否有不周延的地方的话呢？那人们介说，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两个要辩论的地方了。就是可不可以请那个发问的师姐，就是你可不可以开视讯？人们切想直接和你做问答。那人们介说呢，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呢，为什么通达非非频之分别呢？它并不是通达频的分别。那刚刚所讲述的原因呢，就提到说，通达频的分别呢，它本身呢是属于成立的分别。那通达非非频的分别，或是说通达非非频的比度呢，它是属于就是遮潜的分别。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说直频分别呢，它为什么是属于成立分别呢？因为直频分别呢，它在显现频值的形象的时候呢，是以成立的方式呢显现。因为频值它本身是成立法，所以它显现频值的时候呢，就是以成立的方式去显现。所以由此呢，它就是属于成立分别。但是呢，通达非非频的分别呢，它本身呢直接显现的是非频，那是遮止掉了非频之后呢，它所显现的方式是遮止掉了非频，所以它直接所显现的呢是非频这一点。所以既然显现的是非频呢，就表示说呢它是遮潜的成立，遮潜的分别。那遮潜分别跟成立分别两者呢是相违的，所以在同一个了知之上呢，不可能呢它又是成立分别，然后呢又是遮潜分别，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说通达非非频的分别呢，它呢不是成立分别，因为呢它不是成立分别的缘故呢，所以它不是直频的分别。因为凡是直频分别呢，它必定要是成立分别，就是透由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要透由理由呢去了解到说它为什么不是直频分别。那这边就是说，请问人们切通达所知的分别，也不是指所知的分别吗？那其实这边我们用同样的理路来看的话，如果说，直频之分别与通达频之分别二者呢，如果是有视句型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放直频分别本身，因为就提到说，直频分别本身呢，它是属于视差异，但是直频分别的话呢，不一定是视差异。所以同样的呢，通达所知的分别呢，就是如果你用同样的理路来看的话呢，它就是属于通达所知的分别，但不是，它是属于直识所知的分别，但并不是通达所知的分别。就是这边问到说，直所知的分别是成立法，但是通达所知的分别是遮潜法，对吗？应该不是这样子去理解的。那人们接着说，先回答一下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提到说呢，比度虽可通达一切法，但是如果说要提出是通达频之分别的事例的话，是否有不周延之处？那人们界说，他先回答说，为什么说它成立呢？比度呢是通达频值的分别，因为第一个呢，如果你不承许比度是通达频之分别的话呢，那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承许说呢，量呢它不是通达分别的量，那量呢它不是通达频值的量。那如果说在这个理路推下去的话呢，就变成说呢，一切片质呢也不是通达一切，也不是
一切片质呢也不是通达平直的一切片质了。那这样讲下去的话，就变成说有很多理路上的过失。就比如说呢，我和我的兄弟呢，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呢，我们同样呢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生的，但是不能说呢我们都是同样的方式出生，但是我是人，但是我的兄弟姐妹呢，我的这些亲戚呢，他们并不是人，不能够这样子去程序。就是以同样的理路去看的话呢，你既然程序呢一切片质呢是能够通达平直的一切片质的话，那量也是能够通达平直的量的话，那为什么不能程序呢比度呢是能够通达平直的比度，或是通达平直的分别？那同样的呢，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程序呢一切片质呢它不是通达平直的一切片质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讲说呢，平直呢一切片质呢它并不是通达空性的一切片质。那同样的呢，一切片质呢它也不是通达二谛的一切片质。那这样去讲的话就变得很奇怪，因为你已经说一切片质它通达一切法，它既然通达一切法的话，那就表示它所有每一个别项的法它都能够通达。你不能说它通达一切法，但是它每个别项都不通达，这样去讲的话呢是不合理的。那但是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说呢，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呢，是属于大乘种性的智慧，但是呢，是证得空性的智慧的话呢，不一定是大乘种性的智慧。就比如说呢，佛陀心绪之中呢，现证无常的这个智慧，佛陀心绪之中现证无常的智慧呢，它也是通达空性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佛陀心绪中的智慧就是一切片质，它一定通达一切法。但是呢，这个通达空性的智慧呢，就是佛陀心绪里面证的无常的这个智慧，它虽然是通达空性的智慧，但它并不是大乘的大乘。它并不是属于大乘的这个大乘道的这个大乘道的这个理论，大乘道的一切片质。这边呢，先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这里有问到说，就是平直呢是现前分，是不需要透由正因去了知的，但是比度呢是需要透由正因去了知。那仁波切呢，就先帮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这边看起来就是有很多的观念。那这边先讲，就是平直为什么说？因为如果说平直它是现前分的缘故呢，所以它是不需要透由正因来证得的话，那就表示说没有平直呢，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证得平直的比度存在。那凡是证得平直的了知呢，你就全部要承许说唯有现前能够证得平直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如果说你们以这个理由以这个作为原因的话，说到说因为平直它是现前的缘故，不需要透有正因了知，所以比度呢是没有办法证得平直的话，那就表示说证得平直的了知呢，它就一定要是现前。那如果说呢，就是凡是呢证得平直的了知呢，它都不承许有现前的都不承许有比度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呢不会有证得平直的比度。那证得平直的了知呢，就是唯有现前。那但是这样子程序呢，就是跟我们在就是色类学呢，还有心类学所讲的呢，都是有差异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心类学根本的程序，或是色类学的根本的程序里面呢，会程序到呢，就是一切法呢都能够被比度所通达，一切法也都能够被限量所通达，都能够被比量所通达，也都能够被限量所通达。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呢都是由量所成，一切法既然是由量所成的时候呢，那这个量呢，如果说我们不承许说有比度能够证得一切法的话呢，那最后这个量由量所成的量呢，还会变成说这个量只能是限量，没有任何的比量存在在里面。因为呢，这样推到最后的时候，变成说这些现前分的法呢，都是没有办法透有比度去证得的。那到最后呢，由量所成的量呢，就只能承许是现前之外，只能承许是限量之外呢，我们不能够承许有任何比量的存在。那刚刚呢，就是以从
反方向呢来思维到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承许比度呢能够正的平值的话呢，会有如是的过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从这边所提问到的。那如果说呢平值呢它是可以透由比度所通达的话呢，那这个比度呢它是如何通达平值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就像这里所讲的，比度呢它一定是要透由正因呢，它是对于自之所依正因之后呢才能够升起的量，才能够升起的了知呢，那这个呢叫做比度。那在辩论场里面呢，也就会问到说，如果说有一个通达平值的比度的话，那这是在辩论场里面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呢，如果说我们说呢，我们是透由比度呢去通达平值的话，那就表示要有透由一个正因呢，然后来了解到平值。那请问到这个正因呢，该如何的安立呢？因为呢，我们会问到说，如果呢，我们一般在讲述说我们要安立正因的时候呢，就像之前所讲的，它有呢所谓的征法，那它也有呢中间的所立法，那也有最后的因相。那这个时候呢，不论你是放在哪一个，如果你是把平值呢放为有法的时候呢，平值有法的时候呢，平值有法，然后呢因什么缘故，然后呢因怎样以是什么故的时候呢，那你因为我们在了解说你要证得平值的这个后征者呢，就是你透由正因论事去证得平值这个后征者呢，他是一定在没有透由这个正因论事之前，他是没有办法证得平值的。所以你把平值放在有法的地方的时候，就表示因为他要先证得正因三项嘛，证得正因三项的时候，他已经证得了有法，所以你不可能把平值放在有法，也不可能把平值放在所立法，也不可能把平值呢放在最后面的因相，因为呢，你只要把平值放在任何一个呢，都表示说这个后征者呢，他已经证得了平值。他既然证得了平值的话，他就不需要透由正因呢来证得平值。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呢我们是透由正因论事来证得平值的话，那是透由哪个正因呢来成立呢平值是成立的，来成立平值是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要透由哪个正因呢，然后来成立平值。因为呢，你把平值呢放在有法呢不行，因为放在有法的时候呢，后征者他已经证得了平值，因为他一定要证得有法。那你放在所立法的时候呢，同样的后征者他也要证得所立法。那你放在正因的时候呢，一样后征者呢，他要证得这个正因论事的因相。所以无论你放在我们说的因法事里面呢，无论你放在哪一个呢，都是不行的。那所以最大的问题呢，唯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透由哪一个正因论事呢，可以让后征者去证得平值。那在这边呢，就是大家要先就是做一个厘清的地方，就是我们讲到说呢，是比度的话，它一定要透由正因呢，它一定要透由正因所成。但是呢，比度所通达的话呢，比度所通达的法，不一定是由正因所成的。是比度的话呢，一定是要由正因所成，一定要透由正因，一定要透由一个原因呢，然后才能够证得。但是呢，比度所证得的法呢，不一定要透由正因。因为呢，如果你不这样子承许的话呢，就是如同你们所讲的，就是每一个比度呢，它证得平值，比度证得平的话，就表示要这个比度呢，它要有一个成立平值的一个正因。如果说是这样子承许的话呢，其实会有过失。那我就反问大家，如果说大家是做这样子的承许的话呢，那我就反过来呢，请问大家，就是说大家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做承许的话呢，那就是有点像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因为呢，我反过来问大家，如果呢你们是承许到说平值通达比度通达平值的话呢，也是要透由正因通达的话，那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路问大家好了。我们说呢，有没有通达就是平值是无常的比度？有通达平值是无常的比度嘛？因为平值。那先问大家第一个就是，平值的无常呢，它是不是隐蔽分？这边有看到说，就是有不承许说平值的无常呢是隐蔽分的。那如果说平值的无常呢，它如果不是隐蔽分的话，那就表示说平值的无常是现前分。那如果是平值的无常是现前分的话呢，就表示我们凡夫也能够现证平值的无常啊。但是
应该没有能够现证平直无常的凡夫吧？那所以呢，就是平直的我们要证得平直的无常呢，是不是要透由三项正因的方式，然后来证得平直的无常？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说有一个透由正因呢，然后去证得平直无常的比度，对不对？透由一个原因或是透由一个理由呢，去证得平直无常的正因，去证得平直无常的比度，对不对？如果是对的话呢，那请问这个比度呢，它是不是能够证得平直的无常？那如果说承许这个比度是能够证得平直的无常的话，那请问这个比度它会不会证得无常？因为它如果没有办法证得无常，它这个比度它会不会证得平直？它这个比度如果没有办法证得平直的话呢，它如何证得平直的无常呢？那如果说大家承许说这个比度呢，它是能够证得平直的话呢，那不好意思，大家的根本例中呢已经相违了，因为你们一开始呢是承许说，凡是比度所证的呢，必须透由正因论事才能够证得，但是现在证得平直无常的这个比度，它也能够证得平直啊，但是它证得平直的时候，并没有透由其他的正因去证得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刚刚所成立的呢已经相违了。那既然证得平直无常的比度，它可以证得平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比度没有办法证得平直啦。他要运用正得平直和正得那个平直上的无常，他运用的是不同的正因啊。不管说你是成立呢，就是它是不管说平直的无常或是平直，它是透有不同的正因证的话，那就如同你们所讲的，那你也得承取比度能够证得平直啊。因为刚刚你们最主要的例中就是提到说比度呢不能够证得平直，为什么不能证得平直呢？因为平直是现前分，它一定要透比度要证得平直，一定要透一个正因才能够证得，所以这就是你们一开始例中呢就是错误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理路在破斥这个例中，就是呢在刚刚呢大家最开始的例中呢，就是提到说呢。平直呢是现前分，所以正的平直呢是不需要透由正因了知的，但是比度呢它是要透由正因才能够升起的，这是一开始的例中。所以容切呢就是透由刚刚的理路呢跟大家说，大家要搞清楚的一点是说，凡是比度的话呢，一定是由正因而生，但是呢，比度所通达的法不一定要透由正因，就是这两个大家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用刚刚的理路来说，就是像正的平直无常的比度，它也能够通达平直，但是这个就不是透由正因而生的，就是所以并不是说因为平直是现前分的缘故，所以比度就没有办法证得它，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比如说对于我自己的兄弟来说呢，就是我的兄弟呢，我是不需要透由其他人介绍，我本身就认识我的兄弟。但是呢，我可能对于说我的亲戚，就是我的兄弟呢，或兄弟姐妹呢，我的家人呢，就是说他可能在哪间学校念书，或者说他在哪里工作呢，我可能不晓得，所以我可能要透由别人告诉我，或者说我自己去问，就是我要透一个理由呢，我才能够知道说我的家人呢他在哪里工作，或是在哪边念书。那所以就如同这个样子，我们刚讲到呢，平直的无常呢，我们要透由比度呢，它证得平直的无常的时候，是要透由理由的。但是这个比度呢，它在通达平直的无常的时候，它自然而然能够通达平直。它通达平直呢，不需要再透由其他的理由，它就能够通达平直了。所以呢，就如同刚刚所举的这个譬喻来说，就是说我们呢本身就已经能够证得或是认识我们的这个亲戚或是家人。那虽然说我不知道他的学校，或者说我不知道他的工作的地方，那我透由去问别人，或者说我透由一个什么其他的理由呢，然后去证得了说，哦，我的家人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你证得家人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了知呢，虽然说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透由别的方式去了知的，但是
你的亲戚这个他人呢，就是你这个亲戚呢，你本身就可以挣得了，但是挣得他在哪里工作的这个了事，他同样也挣得了你的这个亲戚啊，你的这个家人，他不需要再透有其他的外力，所以同样的呢，比度呢在通达平指的时候呢，不一定要透有正印呢才能够去通达到，不一定要透有正印呢，他才能够挣得平指。那所以呢，就像刚刚所讲述到的，就是比度呢，它通达平指的时候呢，是不需要透有正音的，它是可以通达平指，不需要透有正音的。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通达平指无常的比度呢，它自然而然它也通达了平指。那这个时候呢，会产生的疑惑是说，那正得平指的这个比度呢，最初正得平指的这个比度呢，它是透由哪一个正音呢去正得平指的？因为它一定要有个成立平指的一个音，它才能够去正得。那对于说这个音呢，我们要如何就去安利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如果说你把平指呢是安利在它的音，它的中法就是有法，你是安利在有法或是所立法，或者说在它音相的时候呢，这个都不合理，因为你只要随意安利是平指的时候呢，这是后征者他已经正得平指，所以这个音呢就没有办法成为正音论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说，那正得平指的比度呢，能够正得平指的这个比度，它的正音呢到底该如何的安利呢？那这边呢就问到请问仁波切呢，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瓶子，然后听到别人描述说瓶子的材质、作用等等的，那这个能够升起正得平的比量吗？就像我们透过听闻可以了知到很多的法。那仁波切就讲到说，我们之前在讲述分别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就是唯直生共相的分别。那这边所讲的就是所谓的唯直生共相的分别，就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瓶子，那你完全是透由别人对于瓶子。透由这个声音呢去描述，你透由呢别人讲述凭着种种的这种作用呢去听的时候，那由这个声你会升起一个就是直持平直的分别，那这个呢就是它是唯有直持声共相的这种分别，就是这种。那这种分别呢，唯直声共相的分别呢，它一定不会是比量，因为呢它一定呢是属于视差异。除了刚刚所讲的呢，就是维持声共相的这个分别呢，它是视差异之外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别人告诉你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大腹扁足能装水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叫做瓶子。那透由这个呢，因为大腹扁足能装水呢，它是瓶子的意义或是瓶子的性象，它代表瓶子。所以透由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同时升起声共相以及意共相。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因为你只有听，你还没有经过瓶子，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升起来就是直视瓶子的这个分别呢，它也是属于视差异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能够通达瓶子。就像我们现在文法一样，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但是还不到通达的部分，这些呢都是属于闻所成慧。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们一般在说呢，正的声是就是我们对一个友情呢，跟他说，就是帮他安利一个身世无常的正音的时候，那这个后征者呢，他是透由正音之后，他才能够证得身世无常，就表示说，这个后征者他听到这个正音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通达身世无常，但是呢，这个后征者的心绪呢，他是有能够直持身世无常的视察意，所以我们会说他心绪中有直持身世无常的视察意，但是有通达身世无常的分别知吗？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一般会说视察意呢，它没有办法证得，它没有办法通达，它只是做一个大概的理解。那虽然说是这个样子讲，但是像在三大士我们有6个杂仓，那以色拉妹杂仓来说的话呢，色拉妹杂仓呢，他们释量论的解释里面是有提到说，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对一个友情，就是对于这个后征者呢，然后对他说什么正因，然后来成立身世无常的时候呢，这个后征者的心绪呢是有能够证得身世无常的了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能够证得身世无常，他有能够了知身世无常的视察意。那这个是
色拉妹学派呢，他们不共的一个程序。因为除了色拉妹学派之外呢，无论像是人们切在的扎什姆士也好，或者说甘丹氏其他像是甘丹氏或是哲蚌氏也好呢，他们的论点里面呢所承许的呢，都是这一个后征者呢，他是无法通达身世无常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要透由正因才能够通达。虽然说他的心绪里面有视察意，但这个视察意并不叫通达，它只是一个大概的理解而已。那虽然说色拉妹的祖师呢，他是承许说他这个能够正德。为什么是能够正德呢？因为他有能够正德的视察意，就是听起来好像相违，但是意识上是没有相违的。因为色拉妹他们所谓的能够正德平直的视察意的正德的意思呢，就是概略了之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讲到完全通达的这个意思。所以以意思来看呢，也是没有相违。不过在字面上看起来呢，是有相违的。对于说以上的讲解呢，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比较稍微清楚？那就是大家听过之后呢，就是之后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呢，对于这些所讲的，无论是理路也好呢，或者说人们就是用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路，然后大家可以回去多想想，然后想久了之后呢，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疑惑。那升起疑惑呢，就可以再讨论，然后呢再讨论，然后再彼此的互相的研讨，然后这样子下去呢，我们久了之后就能够对于心类学的内容呢，我们就能够越来越理解。至于说呢，就是克祖杰大师呢，他对于说遮前法呢是如何安立的呢？就是最主要是在克祖杰大师所造的，就是除心意暗论里面呢，就是量学的解释除心意暗论里面呢，就讲到说，所谓的遮前法呢，它是在我们内心显现的时候呢，是以遮止的方式显现的这一种叫做遮前法。那以平直来说呢，平直就以克祖杰大师来说呢，平直它也是属于成立法。因为平直在我们内心显现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要遮止的东西，就是显现出一个平直，除了成立之外呢，没有什么是要去遮止的。那要遮止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像是非平，或者说没有平直这一种，它在我们内心显现的时候，就是已经遮止掉了不是平直或是没有平直这种时候，就已经是一种遮前，就是在你心绪、你的内心所显现的相貌呢，它是显现遮前形象的时候呢，这才是所谓的遮前法。那这种安立的方式呢，无论说像是克祖杰大师也好，或者说像是宗大师他在《了不了义松说藏论》或者说《路中论善显密书》里面呢，这些陈述呢都是一样的。那刚刚呢就有提到一个说，指所知的分别是成立法，通达所知的分别是遮前法。那人们其实在回答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通达所知的分别它是遮前法还是成立法，或者说呢指所知的分别是成立法还是遮前法，并不是说所知本身是成立法还是遮前法，而是说它的境，它所知的境所知，或者说它所通达的境所知呢，是成立法呢还是遮前法。那对于这一点呢，就是所知本身呢是遮前法，是克祖哲大师呢，他是在就是一样的，在除夕应案论里面是有提到说，所知呢它是属于遮前法。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在执持所知的分别所显现的时候呢，它是先执持了就是非所知之后呢，透由通达非所知，然后才来通达所知缘故，所以把所知呢安立为是遮前法。那如果说把所知安立成是遮前法的话呢，那以同样的理由来说的话，那像是有这一些呢，也要把它安立为是遮前法，因为是一样的理路。克祖杰大师呢，他最主要成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像是所知也好，或是有也好呢，他为什么会说他是遮前法呢？因为最主要呢，它是常法的缘故，所以这样就变成说一切的常法呢都是遮前法。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因为在现在经部中的所讲法呢，就是它就是常法，它既然是常法的话呢，那就没有一个能够显现它的现前。那所以呢，唯有透由分别呢才能够证得。那分别在显现的时候呢，一定是透由异共相，就比如说它一定是透由指所知分别，然后显现指所知的分别呢，然后显现非所知。那透由这种方式呢去显现，所以它在显现的时候，自然而然呢就成为了遮前法，因为它一定会显现非所知。那透由这个理路推下去的话呢，就变成说一切的常法
全部都变成是遮前法。那这个如果是如言去程序的话呢，也是会有过失的。虽然说克祖觉大师呢是这样子讲没有错，但是透由理路去推论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过失产生。那如果以克祖觉大师所讲的这个方式去安利的话呢，那我们就像说以凭执有法，凭执有法是有的，因为是量所缘故的话呢，那也变成了是一个遮前法。为什么呢？因为凭执有的这一点呢，有它本身既然是常法的话，就凭执有也变成了常法。那是常法一定要是遮前法的话呢，就变成说成立凭执有的这个正因呢，也变成了就是遮前正因。那但是呢，就是在因明的地方呢，就有提到说呢，就是巨因的这个比度呢，它巨因的这个比度呢，即使它是遮前比度的话呢，但是也不表示说呢，它的正因呢要是遮前法。就比如说呢，我们去证得呢，证得虚空呢是有的这个正因，就是说，虽然呢它所证得的这个呢是虚空，那虚空本身是遮前法，但是它是透由就是量所缘，那量所缘本身呢是成立法的缘故，虽然说它的所立呢是遮前法，但是它的正因呢不一定要是属于遮前法，就表示说这个比度呢本身是一个遮前的比度。比度本身是遮前比度的时候呢，它所依靠的正因呢，不一定是要依靠着遮前正因，就是有这样子的讲法。那如果是像刚刚所讲的，就是如果说呢，这个巨因的比度呢，它本身是遮前比度，但是呢，它的正因呢，不一定要是遮前法呢，就是以刚刚讲的，像是以虚空有法是有的，以所缘是以为量所缘故，以是为量所缘故。那说程许呢，这个呢，它并不是遮前正因，因为呢，由量所缘呢是成立法化，那这个也是跟克祖觉大师他自己所讲的是相违的，因为由量所缘是有的性相嘛，那由量所缘既然你都程许常法应是遮前法化，那到这边呢又有相违的地方，所以就是透由这一些讲述呢，我们可以多去思维，然后去自己好好去思维说怎么样去描述或是怎么讲呢，会比较没有过失。现前的第二刹那作为比度正德凭执的理由吗？那人们界说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现前跟比度二者呢本身就是完全相违的，你不可能透由现前的第二刹那，然后把它作为是比度能够正德凭执的理由，这是完全二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就是说现前的第二刹那呢，所证呢，是否为比度正德，为比度的所证呢？那以骗不骗来说的话呢，是骗的。就是现前第二刹那所证的任何法呢，一定是比度所能够证得的。因为我们之前的前提就已经讲到说呢，比度呢是能够证得一切法，所以只要是现前第二刹那能够证得呢，比度都能够证得。虽然说这是就是他们彼此二者呢是骗的，但是不能因为是骗的原因呢，就把这个来成立说现前第二刹那所证得的呢，然后把它能够来作为比度证得凭执的理由，这样子讲就不合理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加上说人切呢，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